前几天我收到美国运通寄来的黑卡。首先打开这个盒子呢，中间有一个，哇塞，好大本的书啊，果然是黑卡，很黑。这本书里面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美国运通 Centurion 百夫长卡，它中间的这个图案以古罗马时期的百夫长为图腾。这张黑卡是用钛合金手工制成的，比一般的信用卡大概重3倍，据说是这样啦。我们等一下来量量看。一般的信用卡我们实测是5克，我们来试试看黑卡究竟有多重呢？黑卡是15克，所以真的是一般信用卡3倍的重量。我们来看一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哦。卡片领取签收表、会员手册，最主要它里面就是有开卡专线跟这张信用卡，还有一些会员的相关说明书。其实看到这张卡，你就是只是要这张卡，你还要什么？就是刷卡出去的时候，这个感觉大概就是这样吧。大家都听过很多关于黑卡的传说，比方能让飞机掉头，在国外遇到紧急事故的时候，可以请专机送你回来。只要合法，他们什么都办得到的意思。坊间的传说是这样。你最想要做什么？帮我找我初恋情人之类的。听说他们可以像寻人任务一样，那我可以把我的女朋友列表出来，请他们都帮我找出来吗？等一下，我美国运通的客户关系经理他会打电话给我，我们来跟他求证一些关于美国运通黑卡的一些传说。喂。你好，请问黄先吗？你好，我是。那黄先生，我再跟您自我介绍一次，我叫李青赖，我是服务您的这个客户关系经理。那简单来说呢，我就是您跟美国运通联络最直接的桥梁。我可以跟你请教一下吗？你们那个秘书应该也要休息啊？那你睡觉的时候我要找谁？基本上我们都会有24小时的线上的服务人员，您还有一个生活秘书的团队，他们主要就是负责无论是国内餐厅饭店想要找一些特别的包包啦手表啦等等，这些都是在生活秘书的服务范围。我有个疑问像那种很热门的门票，比方说像蔡依林要开演唱会，这个门票都是秒杀的，这种门票应该就没有机会订得到了啦我们可以协助代购，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找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力派遣公司，因为其实贵宾们现在都网络购票嘛。对，重点是在于说，您可能刚好在会议，你没时间在那边领电脑。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找这个专门的代购公司来帮您去做这件事情。无论他们去现场帮你排，无论他们在网上购票，或者是 7-Eleven 帮你安排包，就是有人来帮你做这件事情。但如果说，他帮你买到了，那就会有一个这个代购的人力服务费。那所以呢，这个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那我们这边可以来做后续的帮忙。了解，非常感谢你详细的说明。我们前往下一趴，冒昧跟你请教一个，就是我蛮感兴趣的话题，会员数有多少？比方说台湾区的。抱歉，台湾区的对不起，这个真的没办法透露，这个是非常就是很严格的这个秘密。可是我可以告诉您的是，全球目前大约有10万名左右。你说有10万名美国运通黑卡的会员？对，全球。好，这样我只要知道一个笼统数字，因为我自己会去除嘛。对，网络上很多谣言啊，说美国运通连送你上太空都做得到。很多都是新闻的媒体来的，都包含之前说有一个香港的客人说，因为小朋友要做一个科学报告，然后都在研究全球各地的土壤。那然后呢，他就打给我们，我们就请各地的同事，就是泥土或者沙子，然后就全部寄到香港，然后让这位这个会员的这个小朋友都顺利的完成这个报告。所以这个是我们蛮著名的一个故事啦。那其他的像是说，之前新闻媒体有报道客人想要找他之前住美国，那时候有一条狗狗后来就交给他的亲戚去照顾，但亲戚后来也都失联了。想说知道说这只狗狗现在是否还健在，那这个我们后来也有帮他找到。这些新闻媒体的报道，客人都会很好奇说这些是真的吗？还是人工编出来的？后面有没有什么真有其事真有其事？这样讲起来，你们很像寻人任务呢。你可以帮我找我国小的时候人生第2个女朋友吗？我还蛮想知道她现在长什么样子的。我有她的姓名。我懂。这个应该是这样讲。其实金融行业我不瞒你说了，其实我们就是帮贵宾们去完成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们并没有什么后台，我们也没有什么很秘密的资料库，我们就是非常的土法炼钢。我觉得比较请问你，那你念哪一个小学的？那你是哪一年毕业的？我就打去学校帮你问说，那个我要哪一届的毕业纪念册？然后大概找到是谁？那接着就是想办法从这方面去找而已。你们就是循着正常的管道跟
持卡人给你们的有限讯息，你们一个一个去抽丝剥茧，就像警察办案，在合法的状况之下，这样。是，我们就是一群勤奋的帮你完成你所交办的事情的服务人员。对，我们很努力的希望能够完成这个这是在卡片的时代。我非常认同你最后一句话，就是你们就是一群勤勤恳恳，然后很认真工作的工作人员，这样。没错。听完这句话，我有一点开心，又有一点淡淡的失落，所以我把它命名成淡淡的哀伤，这样好吗？就在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因为黑卡已经被传的你知道神乎其神了，所以我以为你们都是穿着西装，你们的大楼可能是军事基地，然后核弹丢下去都炸不破那一种。对，所以听到你这么勤勤恳恳的、很诚恳的跟我解释以后，我有点淡淡的失落，但我相信这是好事啦。对，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开玩笑啦，人生是很快乐的事情，每一天都要当成最后一天在活，所以不要介意，好不好？那先这样，我们就保持联络，谢谢，感谢你，拜拜。我是把它当成实验室。对，你可以帮我寻人任务吗？刚刚经过跟美国运通客户关系经理的沟通以后，我们知道关于黑卡持有人的一些传说。那这些传言基本上都是真的，但是他们也告诉我们，他们不是一个什么特殊的任务，像 FBI 一样，他们就是凭着我们给他的资料，他一步一脚印的去搜寻，然后去尽力符合我们黑卡持有人的一个相对高的规格跟标准。那我觉得只要付出努力的人都值得敬佩。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黑卡开箱。